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来看婚林虎尾就业中心来到北港的老人会举办精彩的活动，有超过90%的工作机会，无需要经验就会当来应征。讲就是要帮助无工作经验的少年人甲高龄的乡亲，会当找到适合的头路。 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，高龄的劳动人口已经是就业环境真重要的一部分。少年人甲老大人做伙做事，这是未来趋势。为了帮助无经验的少年人甲老大人，会使找到适合的头路，虎尾就业中心到北港的老人会去办招人才活动。 那希望说借由一些比较友善中高龄的一些职务，以及对我们青年这边能够一起来共荣。 这摆活动有16个厂商提供超过300个工作机会，其中有90%以上的工作是免经验的。今年应届毕业生，然后因为我有去就业服务站，就是找工作，然后他们就是有推荐我来这个活动。虎尾就业中心希望讲，来这找头路的民众，拢使找到一个理想的头路，若有问题会使随时去问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